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 VIP Money Talk 啊！又到每周咧2分鐘嘅經濟一周快報吓，我係你嘅主持 Wilson， 帶大家快啊同埋準啊睇清楚呢個全球市場先。嗱，呢個禮拜咧截止去到8月21號咧，啲股市啊、關稅同埋油價咧三面有夾擊，投資者咧真係有少少頭痛啦。好，我哋即刻開始講下啦。關於全球股市轉紅啊，啲債息向上啊咁樣。嗱，首先全球股市咧普遍就下跌噶啦，中東局勢咧持續緊張，加上呢個通脹壓力咧就揮之不去，環球長期嘅債息再次向上啊。美國財政部咧更加要擴大呢個回購長期嘅國債啦，希望幫啲債息降下溫先。加拿大股市咧就受到呢個金融股咧拖累而下跌啦，美國嘅跌幅咧更加明顯啦。呢個星期咧市場氣氛咧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啦，就係要小心翼翼啦吓。咁今個星期咧最大嘅新聞咧，梗係加拿大同埋美國嘅貿易談判啦，去到最後一刻，傾唔掂數啊！特朗普原本短暫押後對大約200億美元嘅加拿大貨品咧徵收50%嘅關稅啊，雙方一度咧仲話有重大嘅發展添。嗱，市場仲以為啲鋼鐵啊、鋁啊同埋汽車關稅咧係有機會取消嘅，點知喺限期之前咧突然間反台，美國由8月22號開始仲要實施呢個新關稅添。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話啦，可能我哋要1蚊還1蚊，作出反擊嘅，做呢個關稅反擊戰啊嘛。關稅戰一旦升級呢，啲入口商啊、出口商同埋我哋消費者呢，都可能要埋單噶啦。加拿大嘅通脹呢，亦都唔俾面啊，由6月嘅2.8%呢升到7月份嘅3%噶啦。最大嘅推手呢，就當然係呢個汽油啦，按年呢就貴咗25.7%噶啦。啲機票啊同埋啲旅遊套票呢，亦都因為暑假嘅需求同埋燃油成本而上升啦。雖然食品嘅通脹呢就稍為回落翻，但係食物嘅價格呢已經連續18個月跑贏咗整體嘅通脹噶啦。加拿大嘅央行呢，下一次嘅議息呢，好大機會呢會繼續按兵不動啦。對我哋睇翻美國嘅樓市啦，7月呢待完成嘅房屋呢銷售就下跌咗2.3%，新屋動工呢更加急跌咗12.4%，樓價高，按息高，買家自然企埋一邊睇定啲先啦。嗱，好消息呢就係啲許可證建築嘅許可證呢已經升咗5%，但係呢發展商呢依然係非常之審慎嘅。總結翻呢個禮拜啦，關稅升，油價升，債息升啦，但係股市呢同埋樓市呢就稍微下跌嘅。3個字俾大家就係要小心啦。想每個禮拜快人一步睇清市場嘅方向，記得訂閱我哋 VIP Money Talk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